餐台同埋呢啲梳化、茶幾呢啲電視櫃呢啲等等所有櫃咧都係原有嘅膠標準。你現在望到就係點樣就點樣，大嘅橫廳望落去咧，整體嚟講我係非常之舒服嘅。比我哋之前拍嘅嗰套同樣係143平方嗰套原案嗰套咧，雙陽台嗰套咧仲要正。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Harry， 歡迎收睇卓成頻道。嗱，今日同大家嚟睇個最新資訊。我身後依家華僑城嘅鹽湖畔天悅咧，示範單位放出嚟賣啦。嗱，大家知道啦，華僑城鹽湖畔呢度咧係有2個示範單位嘅，一個就係8-1方嘅，同埋一個8-4方嘅單位。咁大家知道啦，依家嘅低層咧得翻嗰2套3套係賣緊嘅，大面積嘅8-7方毛坯。現在啦清盤啦，示範單位放出嚟賣，而且性價比非常之高直接係可以講話係拎包入住啊，乜都唔使買，帶件衫入去住得噶啦。價錢咧去到8000蚊出頭一個單價，相比翻你之前你買嘅情況下咧，都還要平嘅，所以話性價比非常高。而且係大家知道8-1方係一個望湖嘅一個望江嘅單位嚟嘅，非常之靚嘅景觀依家放出嚟賣啦，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咁我哋依家上去示範單位同大家再行多一轉先。嗱，咁我哋第一上嚟示範單位呢度1204呢套單位。呢個單位咧就係一個110平方嘅一個3房嘅戶型嚟嘅，全湖景。相信大家都知道啦，呢套單位其實好早期呢2隻戶型咧已經係好早已經賣晒㗎啦。現在咧示範單位放翻出嚟嘅價錢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平嘅，8000幾蚊嘅單價，總價先係94萬5，可以搞掂晒連埋團購示範單位都同大家去重新回顧一下，我相信大家好多睇過啦，亦都回顧下嗱。入嚟咧就係發展商嘅一個自己整嘅一個鞋櫃，一個大嘅鞋櫃。我右手邊咧就係個廚房啦，廚房呢邊咧大家睇翻呢啲全部都係唔拎走噶啦，亦都唔原封擺喺度，現在見到係點樣就係點樣。洗衣機位置、收陽台，洗衣機啲全部都係未用過嘅，全新，包括熱水爐呢啲，全部都係全新嘅嘢嚟嘅。出翻嚟我哋睇翻呢邊啦，就係一個樹廳嘅設計，餐客廳餐台同埋呢啲梳化、茶几呢啲電視櫃呢啲等等所有櫃咧都係原有嘅膠標準。你現在望到就係點樣就點樣。空調送埋俾你今日大家睇翻啦，相信大家都知道咧，而家華僑城呢邊啱先開頭都講咗㗎啦，係得翻啲2、3樓嗰啲同埋12樓嗰啲8-7方隔離嗰個戶型8-7方嗰啲毛坯嘅，依家在售緊得翻嗰幾套。係大面積毛坯呢啲咁嘅望江望湖嘅已經係揾唔到有第2套出嚟啦。除非你好彩可能見到二手房有放出嚟，但係新樓嘅話咧係得翻最後一套示範單位係有嘅望翻出嚟嘅 view 非常之靚12樓可以望到成個江面同湖面啦大家睇翻啦，呢個係陽台位置。今日休息區都同大家過翻一次先。呢個係公衞。標準嘅一個公共衛生間，呢啲就唔會同有其他嘅有咩太大嘅差別，因為面積係8-1方，所以係一個好標準嘅一個公衞。房間3間房，先睇陽光房先啦。陽光房係做咗一個櫃嘅，呢個大家可以後期調整翻。呢啲空調呢啲風曬窗，玻璃係呢度係之前裂咗，咁我都會係維修翻俾到大家嘅。呢個玻璃呢度，客房呢邊咧，大家睇翻啦。床嘅話咧，睇下大家覺得 O 唔 OK 唔 OK 嘅可以換翻張雙人床足夠嘅位置，3面落地冇問題連翻出去陽台呢邊嘅。睇下主人房，主人房係帶套間嘅整咗衣櫃，整咗個衣櫃做屏風，呢邊做梳妝台嘅位置，呢邊就係衞生間嘅位置，同翻公衞咧係差唔多面積大嘅呢個。呢邊係休息區啦，擺咗個1.8米大床，1.8米床。2邊床頭櫃，跟翻陽台景觀係非常之靚嘅呢個 view 望翻出去，成個面雖然話前面話有2棟，但係咧佢係喺呢個面上面係冇遮擋到嘅，所以個 view 係非常之靚嘅。呢套單位啱先都講到啦，94萬5比大家當時可能前期買嘅都還要平，係咪先？亦都係僅有嘅一套示範單位。直接係拎包入住。如果大家唔想煩嘅，我知道有啲專門嘅街坊咧係中意買示範單位嘅。咁你而家見到呢條片，或者你身邊朋友係有嘅，可以轉發俾佢呢套係8-1方嘅。咁我哋依家咧就過去睇埋嗰套
40方嘅一個5房嗰套單位先。嗱，咁啱啱咧就喺我哋81方度睇完啦。嗱，咁啊依家過嚟睇翻呢套咧係104方嘅一個橫廳5房嘅一個示範單位。嗱，咁睇翻啦，嗱呢個板房咧，我相信咧如果係睇片又好嚟現場都好，都有唔少觀眾朋友睇過噶啦。嗱，咁啊格局我哋都行一次先。嗱，我入嚟門關呢邊咧就係一個鞋櫃。因為呢啲全部都係一樣噶，全部原封不動，全部交晒俾你嘅。左手邊會有一個陽光房。陽光房呢邊咧，嗱大家可以睇翻佢陽光房、兒童房、客房呢啲房咧，全部都係向住華僑城湖岸嗰邊體育公園嗰邊㗎，嶺南水街呢邊就全部可以睇到晒呢邊。咁呢邊嘅相對嚟講咧就唔會有遮擋啦。呢個係一個入門嘅一個細嘅房先，客房。咁過到嚟咧，嗱大家可以睇翻一個工位。呢個係首先睇工位先，咁就係一個間開兩邊嘅一個設計嘅。咁包括衛生間呢邊咧，佢嘅一個位置咧都 OK 嘅咁臨入去嘅位置都唔會話細嘅咁馬桶嘅位置，再出翻嚟咧就係我哋嘅一個成個餐廳同埋客廳啦。嗱，大嘅橫廳望落去咧，整體嚟講我係非常之舒服嘅。比我哋之前拍嘅嗰套同樣係143平方嗰套沿岸嗰套咧，雙陽台嗰套咧仲要正。睇落去係咪大氣好多咧？嗱呢邊咧原本係一間房嘅，咁發展商嘅示範單位咧呢邊咧就將佢打造成一個書房開放式嘅。咁整體嚟講嘅話，咁樣嘅整個廳嘅一個面咧就會闊翻好多啦。另外咧仲有一樣咧，大家睇翻佢嘅廚房嗱，華僑城本身佢出咗名係細嘅廚房，但係你睇翻我哋呢個戶型咧呢個示範單位咧嘅廚房咧係做得非常之大嘅，足夠晒大家睇翻3、4個人咧都可以同時操作。比翻我哋平時睇翻嗰啲戶型咧，要大好多，廚房好用好多，而且呢邊咧大家睇翻有個大嘅冰箱嘅位置可以做到啲雙開門嗰啲大冰箱嘅涼霸都有呢啲等等全部都有嘅。嗱呢啲無論你係書台或者係呢啲而家見到嘅所有見到嘅全部都係唔搬走嘅，直接可以拎翻入住嚟啦。睇個大陽台先呢個陽台超7米嘅陽台洗衣機呢啲都係全部都係有嘅。咁你唔啱我度就可以換咗佢啦。不過呢隻戶型嘅示範單位咧，佢就係冇全景咁好啦，即係冇81方，佢係可以望到全湖景同埋全江景啦。佢係對翻花園嘅。喺大部分呢條位置嘅出面望出去咧，都可以望到部分嘅一個湖景，同埋羚羊山山峽都可以望到嘅呢個山峽口都可以望到，雖然唔係前面成片但係都可以望到一個大嘅超大陽台，到時可以推埋出嚟，封埋個窗，更加舒服OK， 我嚟睇下第二個客房先。呢邊咧就做咗一個兒童房做咗間兒童房，亦都係做間細房啦。大家根據自己嘅一個需求，呢啲嘢要唔要變動大家睇翻全無遮擋嘅呢個兒童房都係咁隔離咧就會仲有一間客房其實房間咧呢幾間房咧都係差唔多大嘅。通常正常嚟講都可以擺到一張雙人床嘅，但係佢呢邊咧全部係擺咗兒童房嘅床，係一個王子一個公主一男一女瞓嘅房間呢邊再過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1.8米大床，2個床頭櫃，主人房咧空間夠晒足㗎，夠晒大嘅咁包括我哋話有衣帽間喺呢個位置，睇翻呢個衣帽間仲有衣帽間大嘅一個套位，好似呢邊嘅馬桶咧，佢移咗過嚟嘅，到時係你大家可以裝翻個電熱馬桶都冇問題。到時或者係用翻呢個情況下再裝翻佢一個大嘅一個淋浴區104方呢套示範單位就整體嚟講嘅話咧，住就肯定好舒服噶啦因為104方大家睇翻，而家你唔需要喐其他任何嘢，直接拎翻入住咁大嘅一個面積住就非常之舒服噶啦但係你話追求景觀咧，就肯定係81方嗰個靚嘅。咁價錢咧之前同大家拍過一套二手嘅沿岸同等嘅面積，但係個戶型唔一樣。但係嗰套單位咧要去到115萬，咁呢套單位咧只需要114.6千咁今日咧收到第一嘅資訊華僑城鹽湖畔嘅2套示範單位放出嚟開賣，咁呢個就係拼手速嘅時候啦。呢啲賣咗就絕對係冇下一套噶啦。所以大家如果睇到呢條片，有興趣嘅咁就盡快聯繫 WhatsApp 聯繫我哋安排睇樓又好落訂都好，咁邊個快就邊個可以攞啦，係啦。咁我哋今集咧就主要介紹到
華僑城鹽湖畔嘅2套示範單位開賣啦，有興趣嗱嗱聲啦，我哋下集見，拜拜。